在地人在日前要来看花灯，这个总团佛教寺院的信众发起世界和平的祈愿发挥，在台中新光区的这内志园内底点10万派灯，分做4个灯区，这包括动物、宇宙等等各种造型花灯，有真个乡亲去观赏。 信众虔诚祈福，将佛像请就神桥，准备要设新光地区、新河宫、武安宫等等，祈求地区平安顺遂。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在台湾举办第5年了，然后主要呢就是我们要请出，藏传佛教叫度母哦，也叫汉传佛教也可以叫做多罗观音，然后呢去绕境，就是跟大众结缘。其实举办第14届玉变代表世界和平祈愿法会，除了要敬祈。 以外，暗时的点灯活动更加是重点。庙诊法院呢，依次点灯10万盏灯，代表着十全十美。在内志园区点出10万根灯，打造4大灯区，包括着动物、宇宙星球等等的造型，嘛吸引着未少人来参观。灯海点出到2月24号元宵节为止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